我哋今日會睇嘅題目係第二部分嘅第一題。方塊嘅第二個倍數係16。方塊共有幾多個因數呢？咁我哋首先睇到第二個倍數係16，即係方塊嘅倍數，第一個數係方塊，第二個數係16。咁我哋知道16佢係排喺第二，咁我哋直接將16除以2，就會得出方塊係幾多啦？8×1=16，然之後我哋發現方塊咧其實係8，咁然之後我哋就首先要揾出8嘅因數，咁8係等於1乘以8，又等於2乘以4，我哋就會知道8嘅因數包括咗1、2、4、8，總共4個數。咁我哋知道答案係 B 啦。